国科会即马整合咱国内学术研究的力量，和业界即马同齐合作，有打造生成式的对话 AI Tide， 展现第一阶段的模型，实际上来测试了后，会当家己抓重点，会当翻译，会当写批，嘛会当写文章，目前的表现是真好。特别是伊对繁体中文的处理能力和回答拢真稳定。以生成式 AI 写出来一张批，推荐来台湾旅游的5个一定爱去的景点。台版 ChatGPT Tide 第一阶段7B 模型，唔但风格正确，也详细介绍5个伫台湾无共可去的景点甲特色。我们会去收集各式各样不同的中文繁体中文语料库，来做一些标注，做一些清洗哈。那同时再找一些比较特定的一些应用来推广。7B 模型伫喇嘛原型基础上，由台湾的学界专家进一步发展，也佮训练调教。李玉杰教授讲，就是伫替伊补上一寡中文课，即阵实测自动摘要、翻译文本、写批甲写文章表现拢袂歹，尤其是对繁体中文的处理能力，也佮回答是更加稳定。下半年10月份，如果我们取得像 H100 这样的比较好的 GPU， 我们会让这 H100 投入这一个更大模型的训练。国科会主委吴正中讲，预计今年底用电视具有组织无适当回应能力的13B 大模型。我们也不是应付全部的，我们先把台湾自己需要用的，不能依靠外面的，先把它做起来。所有的行业统统需要，光你要训练做一个 chatbot， 你就有这个东西来帮忙，就会快很多。国科会表示，13B 有训练大模型了后，将是35B 可信任模型，提供予政府机关甲业界来做基础，而且以所有的资料进行微调，发展合乎自身需求的系统。而公部门有算规模就是大票2-3亿，这更需要公私立部门来合作，斗阵拍国际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同齐关心第